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起立，咱来俄罗敬拜，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敬拜。咱做伙来。愿受救赎白是龙吟公，愿受救赎白是龙吟公，愿受救赎白是龙吟公。乐主我得着主拯救。来，搁来要唱的时候，较紧淡薄啊，手招啊吼，咱来拍鼓来到主的面前，得救是足欢喜的。愿受救赎白是龙吟公，愿受救赎白是龙吟公，愿受救赎白是龙吟公。乐主我得着主拯救，兄弟来。愿受救赎白是龙吟公，愿受救赎白是龙吟公，愿受救赎白是龙吟公。哈利路亚得着主的姊妹，愿受救赎白是龙吟公，愿受救赎白是龙吟公，愿受救赎白是龙吟公。得着主拯救，做伙来。愿受救赎白是龙吟公，愿受救赎白是龙吟公，愿受救赎白是龙吟公。乐主我得着主拯救，拍鼓将荣耀归予咱的主。今日姊妹，咱做伙来献上咱的感谢，也用主的话，咱做伙来宣告讲。念伫伊，咱对伊的话得到赎回，赦免罪过，照伊恩典的补有，伊将这个恩典用达样的智慧甲见识，就使咱到满满，已经互咱知伊旨意的奥妙，照伊的好意。咱恳求上帝来帮助，互咱透过这段经文，知影讲咱要学到的是伊赏赐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来赎回咱，来赦免咱的罪。伫伊内底有丰丰富富的恩典，你认捌伊是迄个创造的供应，互你有智慧聪明的源头嘛？所以咱来学到，我们感谢赞美他吼。认罪悔改，就是咱求圣神，求圣灵来感动。光照咱，互咱会通活倒转来到主的面前，伫基督内底，咱拢会通成做得救的囝儿。咱开声来祈祷，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阮学到感谢你，因为阮要学到你的救赎，愿阮这得救的百姓拢来学到你。我若知这青年，这今仔要来洗礼，因要得到主你的拯救。主啊，感谢你，用你的恩典来使到伫因中间，伫因人生信仰道路。主啊，开你的天堂饼落福气，互因知影，因是天国的子民。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互因会当回转到你面前。愿主你来受因祝福，感谢主。天父，阮的上帝，阮学到感谢你，因为你是受救赎、受福气的。主啊，阮今日来到你面前。会通用信心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要来领受你永远的救恩，伫地面上的福气要亲像伫天里。主啊，愿用阮的信心来求近你的宝座，就你要赏赐，除了你以外无别的福气的拯救伫阮的中间。愿主你也所透过阮，成做你施恩赐福的管道。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现在请坐。咱要为着咱的心灵的需要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咱做伙来宣告讲：我就要到上帝的祭坛，到我极欢喜的上帝遐。上帝啊，我的上帝啊，我要弹琴来学罗你。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你着仰望上帝，
因为我要求要学落伊，伊是我的面的阳光，也是我的上帝。咱要继续为着咱这几项心心灵，咱的各方面，上帝看顾是咱全人，咱的灵魂体，包括咱的灵、思想、感情、意志。为着这个无道的在祈祷的时阵透过兄弟姊妹因的分享，伊讲将来毋捌困过8点钟，上无1、2点钟、2、3点钟。顶回牧师同工为祈祷了，伊甲你分享，毋爱困了遐爽快，兄弟姊妹。咱来到主的面前，上帝所听的要互伊安眠好困。佮听一遍，上帝所听的要互伊安眠好困，这拢是上帝圣经内底话。所以你甲求，你若这方面睡眠的障碍，有睡眠的障碍，困眠有遐个踢啊的，坐落就下去，倒来困袂去，好无？足济所以咱恳求主来帮助咱。如果你若伫这几方面有这个需要，你会通徛起来同工会为着你来祝福。但是你坐咧心肝无平安，拄好有一个无道的朋友，昨失去伊的老爸，拄好出去，牧师拄好为伊祈祷，有迄个感动。凡事咱才着祈祷。来到主面前，有兄弟姊妹有徛开，咱同工咱开声来祈祷。你坐，你看着你的心肝，你看着你无爽快的所在，咱做来祈祷，咱恳求上帝来帮助来医治来供应，咱开声来祈祷。阿利路亚主，天顶地愿拢伫你的手中，奉你的名恳求你施恩赐福，你的权能荣光充满，做你的稳定平安充满，做你的供应充满。伫阮感觉欠缺，阮感觉软弱的时，阮感觉阮拄着困难的时，主你来就是要为着阮开一条路。感谢主，互阮伫基督内底看见你的意志，伫基督内底看见你的供应，伫基督内底看见你所享受的五万。主，阮将这特别第一遍来兄弟，阮奉你的名来祝福。互因心灵有平安。特别上帝，你所听的囝儿来到你的面前，包括今日若头一遍来，因来找求你，因来认捌你，奉你的名来祝福，互因心灵有平安，互遐歹困的暗时会通有好的困眠，互因倒落会通安然好困。我的心为什么郁卒？主，你知影阮心内郁卒，心内艰苦，当阮交耶稣你要帮助阮，互劳苦重担会通得到主你的安慰甲扶持。阮就将阮的心心灵交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来医治、透放、供应、带领，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也为着今仔日做礼拜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来宣告来，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过去阮咧拜拜时拢献啥？三牲四果。这拢死的啦，迄无法度帮助咱。耶稣献上了，咱毋免搁再用这去献。所以今仔日咱用心灵、用诚实，包括啥物？包括咱用咱的时间、能力、听心、信心来服侍主，这就是我的祭。活的祭就用你的时间、能力、爱心、信心为主来摆上。伊就互你心意更新变化，互你袂对人的脚趾拗，互你会通安怎
知影上帝善良通欢喜、顺转通欢喜的旨意。咱过来，无伫甲即世间相款，着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转。今日要讲到上帝的旨意要得正吼，要安怎了解吼？咱为着今仔日，咱注意为着你家己哦，上帝互我听会通听明白，互我无境界，互我会通对你的话伫遮来得到帮助。第二项，我们为着当中有4位年轻人，一位跟我差不多同年纪的来洗礼，有3个青年洗礼，有2个健身礼感谢主，互这青年因伫少年的时阵，因就会当要立约，要甲上帝建立迄个水的关系。咱若为着花卉小组，为着即礼拜咱嘛有周6礼拜的圣礼典，13、14个核心同工的退休会求主来掌管为着传道部来祈祷我会记旧年也是前年咱去穿圣诞老公公服装去报佳音，行到星光三月外口咧唱歌，去互人赶，哇！迄内底主管就出来赶今年主动来找咱啦感谢主，今年有同仁来找咱，下昼星光三月主管要来甲咱讲，咱会当伫迄个所在过去互人赶，今日主动来邀请兄弟姊妹为因祈祷祝福，上帝改变人的心，所以咱为着传道部伫安排计划者，为着福音的缘故，咱愿意安怎付上代价愿意将你的时间、疼心、你的精神来为主所用嘛为牧师祈祷啦早起来，可能小可佫走去小可会戆，但是拄仔大家为我祈祷讲道无戆啦需要大家代替祈祷啦好，咱同心来开声祈祷。主啊，愿用你的名三个主席而落敬拜。主啊，你的身体倒位就要得到主。主啊，用你的名三个而落敬拜时，主你就伫阮的中间。愿主你是阮所伫阮中间，伫你的礼拜中间，甲你相拄。伫礼拜中间，阮听出你话明白；伫礼拜中间，阮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伫礼拜中间，你的圣神大大来充满伫阮的心中，充满伫兄弟姊妹的心中。主啊，互这无道会当明白你的真理，会通伫这来得到救。主啊，奉你的名伫这来恳求你受恩赐福。主啊，阮将兄弟姊妹的心摆咧伫你面前。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主你成的日，阮倒转的到你圣殿伫这学落来敬拜。感谢你安怎互台湾的疫情会通缓和。主，阮也伫这中间来敬拜你，伫这来学落你。今仔日后，这青年人因要洗礼，要坚信。主，你的圣神特别甲因三个同在。主啊，开阮的心窍，阮明白你的价值，会通照阮去行，阮拢诚做受恩的囝儿。今仔日的敬拜，愿主你来感纳；今仔日的恳求，愿主你来听；今仔日你的恩典就对你的宝座来享受。阮也要同心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的天地爸，愿你的名圣，你国临到，你旨得成，伫对亲像的天地。阮的日式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入去，救阮脱离迄个歹。伊国权能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免。
百姓中着达作啊，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乎耶和华，将伊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带尼米来入伊的院，利用圣洁的宗塔敬拜耶和华。咱做伙来吟诗，圣诗305首，圣诗305首。我的心，你着唱歌，请起立来吟全首。我的心，你着唱歌，阿拉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我创造地顶地，肯定主上帝。一大救主降上，照顾人类的地平，受归温泉是我的长，做山坡关剑归我路，只管主上帝。我的心情，我的心情，愿献条给主的名，一切专的眼光上帝，我的地顶的哦罗，只想主上帝。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学了你，因为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息到万世代。阮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你十字架顶担当阮一切的罪，互阮得到活命甲丰盛的恩典。求主你也帮助阮常常警醒伫你的面前，反省家己，你有意无意中所犯的罪，得失人无荣光你的名的代志。求你的恩典赦免，搁一届赐予阮有清气的心来服侍你。阮也为着阮的国家献上祈祷，求主你也怜悯赐落真实的平安。借着新冠肺炎有风险得到保护，互阮的疫情得到控制，互阮每一个人的工作、学生的教育、教会的聚会早日来恢复正常。求主你也帮助，因为疫情影响所产生的经济的困苦，侪侪人趁无食，亲像无花果树的树无发芽。报道树无结果子，橄榄树也无收成，田园也无出五谷。阮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因为救阮的主上帝来快乐。只是阮也要为今仔日受洗的兄弟来祈祷，求主也赐福因有较无的心，享受因属灵的智慧，认捌上帝的话。求主也赐福，互因搁较有大的信心。生命被更新，刚强壮胆，甲主同行，一生有主的恩惠慈爱，跟对因，保护因。为了本主日花卉小组的定期会，拜六有圣礼典核心同工退休会顺利，求主你来掌管，求主你来保守看顾阮的教会牧者，甲所有的中职同工。互阮清楚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计划去行，互教会所推动的每一人事工，拢会当荣耀你的圣名，互万民领受你的福气。主啊，阮也要为了传道部圣诞节星光统领百会福音报道筹备甲联系的事项，
一切顺利来祈祷。也要为着明年新的部长、民泽长老，求主你来带领，求主你来赐福坚固传道部所有的组员有健康的身心灵。愿主的听鼓励因，互因的服侍搁较有意向。愿阮今早起的敬拜，正做的盼盼的节，献到主的面前。阮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主的名，听阮祈祷。请坐。咱做伙来启应，伫圣诗后面启文第6篇，就是诗篇16。上帝啊，求你保护我，你是我的避难所，我要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这声，人类白来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我毋敬拜因的心灵。上主啊，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固守我应得的份额。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称赞假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因为你袂予我放杀伫阴间，嘛袂互你忠诚的子民落去深渊。这声，你的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正边，我有永远的快乐。这是咱来请圣歌队来献诗。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是新约圣经26章39到44节，马太福音26章39到44节。请咱看荧幕。约翰进前面拍伫地面，祈祷讲：我的爸啊，若会做得，就互即个杯离开我，总是毋是照我所爱，是照你所爱。就来学生遐看见因在困，甲彼得讲：安怎样？恁袂会甲我警醒半时久啊？着警醒，着祈祷，免得迷惑，心生甘愿。若是肉体软正，第二摆过去祈祷讲：我的爸啊，即个杯若袂得离开我，的确着互我啉伊，就愿你的旨意得成。佮再来看见伊又得困，因为伊的目睭涩，离开因过去。第三摆祈祷，也是讲遐个话。这是咱来请本堂游牧师来讲道，题目是第三祈求，愿你的旨意成就。第三祈求，愿你的旨意成就。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伫即个疫情的世代，阮犹原通做伙参加组织学罗敬拜，这是你的恩典。一寡限制渐渐的放宽，也帮助阮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较要紧，对你的话，伫遮来得到帮助，面对即个世代变化多端的情形，阮犹原知影上帝你的疼永远无改变。也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只要你去行，阮拢诚做受恩的囝儿。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因为有一寡少年的听无啦，我昨伫问道理问道理讲听无台语的举手，迄拢举手语言要安怎沟通语言沟通要安怎互人听有这是真要紧咱伫主导文内底的一个基础主导文架构第一个，咱在讲即个主导文有三个求三个祈求。第一个是啥？愿你的名圣拄啊，咱逐礼拜拢会用即个做祈祷。愿你的名圣到底是伫倒会当分别做圣？当你若将荣耀归予即位上帝的时阵，检采伫迄个无好的所在，上帝嘛会甲迄个所在分别做圣。所以你若有将荣耀归予伊，哪一个地方就是有神的同在。圣经讲两三人同心祈祷，迄个所在是圣无？是圣。因为上帝讲，我要甲你三同在；主讲，我要甲你三甲同在。第二，咱讲愿你的国临到底是啥物意思？是世界末日还是无？是末日近了，你们要悔改赶紧是毋是安尼？还是恁有做伙听牧师咧分享时，天国伫啥物人的所在？会记你迄个埃撒该无？爬去生在树，耶稣经过，主动甲拍招呼，讲撒该紧落来，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你家，我要去住恁兜的民宿，我要甲你三甲食，迄表示一个认同、认同、接纳。因为耶稣接纳伊，当耶稣接纳咱才有一个新的愿望、新的盼望、新的未来。所以当耶稣接纳伊、认同伊的时，伊的心改变。所以天国有伫伊的内底无？讲救恩要临到恁的家。所以因为伊的心中的思想、观念、价值观改变，迄个少年好囝的肝片仔懵的离开。
耶稣主动要求讲：你变卖你的财产，然后分予送用人，过来跟对我，对吧？民有民甲离开，因为圣经讲啥？圣经说他很富有，所以容不下天国。但是这个撒该咧，耶稣无甲要求，耶稣没有要求他。伊竟然讲啊，无安尼啊，我一半财产一半分享予送用人。啊，我若讲歪甲人歪，我害几倍？4倍。照当时有一寡这律例。安尼你也看讲伊的性命改变耶稣讲救恩要临到这个家庭。救恩临到这个家庭，是因为他的内心有改变，所以我相信这个家庭会带来很大的改变。我相信邀请的人来到他当中，他的家人都会有改变。所以伫迄三角啉、三角食的中间，伊的亲人，我相信因呢拢感受到上帝国的临到。今仔要甲咱来分享，就是伊的旨意要安怎成就，也是讲咱咧讲，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要安怎互天顶的遐个福气，要安怎互天顶遐个心意，要安怎临到伫你我的中间，是安怎互这上帝的旨意会当达成？到底是啥物关键？会通互这旨意会通临到伫你我的心上，上帝的旨意降临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毋知咱偌济人透早起来手机随摕起来，也是讲我安尼问啦咱有咧看脸书的举手 ，FB FB OK。我毋知咱一工用偌济时间伫 FB， 无上无嘛有赖，对吧？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咱一开始咱一爬起来，可能手机起来，就紧滑一下你知影这样脸书要改名无？改 Meta Meta 是啥物意思Meta 伫迄个时日本就讲超越啦，超越。这祖克伯伊要将这个虚拟的种虚的啦、假啦，要伫现实的生活中，互你感觉是真的啦，所以叫做将实现虚拟实境的愿景啦。伊成功未来要影响到10亿人，所以我拄仔咧问讲，咱有偌济人一工用偌济时间，用多少时间，然后看脸书。为因 IG 或是很多的这些的媒体，这 Meta 是对希腊文一个字叫超越，所以人想要超越，可能超越上帝啊。我感觉伊伫迄中间有想讲要超越这位上帝，要伫遐来掌压人、控制人，所以伊讲未来的影响10亿人10亿。这个10亿内底有包括你啊无？有可能，包括我，包括你，因为咱可能一工若无看脸书，会感觉讲爱叫就很毋知要安怎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讲，伊过来将这个祖克伯甲称作虚拟实境这 VR 称作是元宇宙Metaverse。这个元宇宙可能就是讲，我要互你愈来愈亲像上帝，有赋予你有如神力般的这样的力量，所以互你创造好像一个人安尼伫迄个虚拟实境即摆囡仔嘛，伫用教会中间嘛有咧应用这个囡仔，所以从孩子一直到年长者未来这拢会受影响你看好还是看歹？都会影响到我们内在，所以祖克伯伊有一个想法，就是要伫遐来影响这10亿以上的人。伊要互你未来甲迄个哪像真假假中间，互你伫现实生活，咱看这未来科幻片对无？有啊，一步一步哪像一步一步伫咱的生活中间咧实现呢？
你若看到回到未来有无？迄车嘛会飞的，即嘛乌多摆会飞的，你知无？已经迄原型车拢有出来啊！咱就想讲，哇，过5年毋知啥物款呐？遮甲咱的信用甲生活有啥物款的冲突？袂歹啦，好亲像上帝，然后有迄款的影响咱袂歹啊，会通应用伫我的生活，应用在我的生活吼。你知影当这 VR 这虚拟实践愈来愈成熟的时阵越来越成熟，你会感觉混淆啦、混乱啦，啥物是真的，啥物是假啊？互你搞不清楚。最近有真侪，包括总统，包括一寡这迄个艺人拢受害，对无？互因的人头去斗伫迄个别人的人头演迄个色情的运用伫遮影片吼。然后咱看讲伫这 VR， 你若有去看这个较刺激的，还是这个恐怖的吼，检测影响到你的身心灵，互你惊吓，也是有遐暴力所带来的遐焦虑、遐忧郁、郁掉的吼，所以互咱的身躯会做出一寡这个反应。所以这就会影响到所谓的 PTSD， 就是有这个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这不是我讲的，这是这个国国安全网页底下所提起的有可能咱看这个圣经内底创世纪创设这个巴别塔这巴别塔可能即马伫咱现代中间伫遐伫起造。会记这巴别塔的故事无？人要去为着啥？纪念免得别人袂记得咱。要超越上帝去到一半上帝讲这袂使，这若佫有侮辱可能会影响足济所以讲甲停止。为什么停止啊？是因为什么因素停止？你讲的我听无。我讲台语你们听不懂，这语言啊，你知听无你若讲对一国话无法度伫遐沟通，就安怎？工程就无法度进行嘛，所以怎停工，无法度继续落。上帝看到人的野心，想要赢，想要亲近上帝，甚至亲像拄仔讲的迄个 Meta 超越上帝。有当时咱们足想要赢，逐项要赢。你是要赢输，还是输赢？较有智慧，因为咱顶礼拜一个专题吵架王教你安怎冤家会当冤赢安尼你知影无？咱限制150个爆满。我咧想讲，大家拢是冤输呀，无来想讲看要冤赢的秘诀安尼我咧。爆满的其实讲员咧讲的，毋是安尼。讲员要讲，要安怎伫咧中间互相有好的沟通啦。大家看到吵架王要安怎制胜的秘诀大家拢起来，你知？哇！所以咱大家足想要安怎？很想赢，伫咱心里很想赢。如果无我想赢想赢，人要人定安怎？想要赢过上帝，总是咱知影人无迄个才调啦，是吧？人没有那个能耐。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讲，这个未来科技好亲像这个Meta 这个 Meta 这个元宇宙，哪像在影响人，影响未来你的生活你若应用伫好的就好应用伫歹的就影响人的身心灵所以咱要安怎互上帝伫咱的中间的旨意得成，要安怎互这个科技是运用好好运用伫这个福音的顶面，毋是互伊利用，互伊伫遐来控制咱，甲上帝越来越疏离，愈来愈远。即摆咱要安怎透过这段的明白上帝的心意？到底上帝的心意要安怎明白？是安尼吗？也是安尼。第二就是讲，你明白了上帝的心意要安怎互伊成就伫你我中间？有啥物款的关键？什么关键是让上帝的旨意能够实现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迄个实现足要紧但是有迄个动力是要对得来，是要啥物人配合？是上帝你做得好所以大家拢想要赢。咱来对圣经创世纪第3章内底，咱就会通了解
这个福音人，这对夫妇，上帝创造伊，然后咧，互因会通伫遐好好生活，好好管理，迄个关系拢足和谐。但是咱来看讲，蛇安怎对上帝对上帝的话伫遐来提出质疑。咱做来读来，蛇对妇人人讲：恁无的确会死，因为上帝知，恁食的日，恁的目睭就会开，恁要亲像上帝会分别好歹。妇人人看迄丛树好食，也甲目，搁迄丛树是通欣慕，互人有智慧，就挽伊的果子食伊，煞互伊的丈夫，伊也食伊。这段圣经甲拄仔牧师所讲的，人咧追求这个元宇宙，咧追求这个3D， 这个虚拟实境，有参像无？好参像有一寡这个，当做正义到伫人的中间进前，你知影亚当夏娃甲上帝合作真好，关系真好。上帝把遐个好把西像遐个动物叫来伊头前，把那些动物叫来他的面前。亚当，你甲号名。上帝，啥物人有迄个号名？你若生囡仔，啥物人要甲号名？大部分拢有迄个官兵的人嘛。所以上帝互这个官兵，互亚当甲夏娃。这是一个第二。你好好徛起伫这个所在，这爱丁龙伊甸乐园是多么美好，多么幸福哦。第三咧，因免做甲遐艰苦，日夜加班，搁爱出差。咱民泽长老都要对待了转来吼，搁隔离了，搁自主管理安尼吼。你看即摆人真正爱付出真多才会代价吼。所以伫迄中间人讲，你毋免加班，你就好管理，然后管理得好你们就幸福快乐过来咧。恁亲自要看管修理，就种你要有管理这款的责任。你若好管理，这个所在就是天国。这个所在，咱看讲天顶的旨意，伫这个园的中间现了，并受了真侪福气。但是咱知影讲，当蛇出现，当蛇上场之后，一步一步，你来看，一步一步，上帝讲了尔，耶和华讲了，这2丛树，一丛是安怎？分别善恶的，这丛袂使食，所以2丛树的中间你来选择，一丛会使，四命树一丛安怎分别善恶的。所以伫迄2丛树的中间，一个会使，一个袂使哦。但是咱看蛇伫启示了12章第9节讲啥？我读互咱听吼。第9节讲，迄尾大灵就受迄落，就是老蛇，称作魔鬼，也称作撒旦。卖迄普天的鹅，伊受迄落伫地里，伊的车赛也甲伊受迄落。所以伫遮讲蛇代表啥？魔鬼代表撒旦嘛。所以蛇一入场的时阵就开始，互人开始去，上帝拢知啦，上帝知啥？上帝若知影讲恁食迄个果子会好亲像伊相款所以甚至甲伊同等，甚至会赢过伊所以咱有看伊讲，蛇一入来开始就是提起人甲上帝中间，互人去怀疑上帝的话，开始怀疑圣经安尼讲的敢对所以有一寡神学家就开始批判你知道批判神学就出来了。开始伫遐批判，这可能有错误安怎？上帝的话值得伫遐搁来思考。所以伫遮蛇嘛是造成人甲上帝中间迄款的争议，所以互人开始怀疑上帝你写的敢真个信命记牧师都甲我讲，恁若留意听然后去遵守，就这个福气要约你，毋是你约这个福气，不是福气追你，不是你去追福气，是福气追你啊。干嘛呢？我一定会甲因讲11奉献。马列基书第3章遐所在讲，上帝讲，干那这个所在当试我，无你也试看卖是毋是我会开天窗拼落，互你甲无所在通底？我嘛是一定爱甲因讲分享，讲这个得到福气的秘诀。但是是毋是蛇入来就讲干嘛呢？上帝讲食了迄天会死，伊就讲啥？无一定啊，
都开始你对上帝的话就怀疑。这个夏娃对上帝的话安那开始，迄个天国的法则吼，开始伫遐摇疑啊，无的确哦，这念若食落吼，功力会大增，对无？大还丹甲食落吼，是毋是安尼？所以伫遮咱有看蛇一入来，就互人透过这个感官、这个感官、这个感觉，伫迄中间开始来影响对上帝话讲袂使，伊就讲无一定安尼啦，无一定会安尼效果啦。所以上帝话带来是互因有处事，互因有活命。但是魔鬼撒旦的白贼，伊是白贼的祖先，所以伊讲啥无一定，所以伊的话就带来啥物混乱，最后死亡。上帝讲一定会死，伊讲无一定，但是到尾咧是啊，灵死嘛，所以人爱受到这个灵魂的审判，敢毋是？迄若无耶稣来，咱永远伫迄个永远永死的里面。所以这第一个就种上帝知啦，上帝知影伊惊恁伤熬啦，所以留一手啦，留一步啦。有当时啊，师傅咧教师仔咧无？惊师仔比伊较熬，所以拢安怎留一手留一把功夫无有一工伊总甲我拼过安尼魔鬼就是讲。上帝就是安尼啊，所以知影所以叫你袂使食。第二，咱来看讲食了安怎？嘿，这个果子加目咧，看了真水然后咧食落真正开啊，目睭真开啊，这敢毋是较亲像尾仔共款目睭互你开，互你拍开你的感官世界，然后咧，你若选择遐无好诶。遐色情的，也是遐暴力的，遐就会开始影响到咱的目睭、咱的观感嘛。所以咱看讲，这肉体、这观感这感官会影响咱安怎协助夏娃进入到伫迄个罪内底。伊有期待一个新的盼望、新的身份、新的能力。伫遐来诱惑因，伫遐来食即个果子了，真正看见啊！看的是安怎？光溜溜。所以开始因就用木啊、果树来做衫，对无？日一晒的，风一吹，安怎？冷气、热气，哇！安尼个，迄目睭金嘛好嘛歹，你知伫遮咱有看上帝为因做啥？比托尼基的搁较好，做皮衫呢？皮衫爱安怎？皮衫要对倒来？对动物来啊！就爱甲刣嘛，你会当对伊身躯来取迄个皮嘛，来做衫。所以上帝听因啦，看因做尊贵。虽然犯罪，但是咱看这个有标耶稣，就种你要互你食看，互你有一个拯救，互你有帮助爱需要付上代价有神学家安尼一个预表所以今仔日咱看，咱拍开这个元宇宙 Meta， 这拍开咱的目睭，咱就开始看，若无小心看到这个肉体眼目的情欲，然后就会控制咱。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讲，这已经进入到你人的世界。对于亚当夏娃迄个时阵，亚当夏娃一直到现在，用无共款的方式，伫遐咧引诱咱，伫遐咧影响咱。咱若无好好甲运用，去互伊控制掉，咱就安怎受伊束缚。咱来看一段影片。这不要已经应用在学生在教学。
所以伫遮咱看讲，你若当亲像上帝，你会当为所欲为吗？会当随心所欲吗？会当对着你的心思所想的，我着做啥物？所以当蛇看见即个妇人伊伫伊的生活中间，伊对上帝的话开始无持守，开始有迄个怀疑的时阵，互伊进一步，无我帮助你，互你亲像上帝安尼好毋好？所以果子你若食落，迄个九阳神功就开始伫你内底，也是讲你有大好的功夫功力，你就知影亲像上帝共款，知道善恶真正啊！所以伫遮甲一看就知影讲这好歹安尼吼，所以开始伫迄中间来后悔。所以魔鬼撒旦犹原用即款的方式伫耶稣的身上对人的中间伫遐要影响到人甲上帝的迄款的救赎。所以伫遮咱看耶稣伊禁食伫迄中间来祈祷的时阵带伊到圣殿的尾流，然后咧最后带伊到迄个悬山，到高山上，然后伊甲伊讲啥？讲你若甲我拜啦你毋免遐艰苦顶十字架，迄足痛苦的，你知无？足疼，你要付上遐尼大的代价，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定十字架毋免啦。你甲我拜者，遮拢互你，包括遮的百姓，拢交伫你的手中。所以要做王掌权伫耶稣的身上上帝要伫耶稣的身上有即款的旨意嘛。总是撒旦讲，你毋免，互你行底路，捷径对无？行底路你毋免遐艰苦。所以伫迄个克西马尼园的祈祷内底，拄咱所看的经文安怎？杯若即个杯会当安怎？刷开。这个杯如果可以移开，这个杯如果可以移开。如果这个杯移开，我们今天就不用纪念这个杯了。这个杯若要刷开，咱就可能无守圣餐啦。为什么？因为耶稣都毋免付上代价我若每一遍到克西马尼园，我就想到这段耶稣伫迄中间咧挣扎，伫遐咧挣扎，哪会通刷开？迄个人性的软弱就显出来有当时咱咧感觉在抉择的时阵，在选择的时阵，咱嘛讲，莫啦，会使莫袂艰苦。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耶稣到尾仔嘛讲是照你的意思，毋是照我的意思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魔鬼撒旦伊用即款的方式，互你做上帝，互你家己会当掌握，互你家己会当控制，安尼好毋好？耶稣，你若拜我者，你毋免遐艰苦，你会通直接登上王位宝座，你毋免遐艰苦。所以魔鬼撒旦用这个试探，对咱的腹肚，对咱的食物，咱看伊的试探就是对，你枵食，你拍拼，你毋免敬拜上帝。总是耶稣用上帝话甲回应人活的毋是靠啥拼啦，是活靠上帝的啥话啦。迄正是咱得到快乐，得到帮助，互咱会通伫遮来超越未来真要紧的一个官兵所有的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过来最后一个，互你有智慧啦。所以咱掠做，咱拍开咱目睭，咱伫迄中间，毋知后来佫顾一个来问美玉阿姨。恁捌问过美玉阿姨无？拢毋知美玉姨啦美玉姨我加一个啦美玉姨话啦安怎？真侪这假消息啦！你掠做讲你是佫顾到真的真侪这假消息啦！拢看甲信甲，所以伫咱的赖群组有当时也定安怎？赖一寡只有人就讲，你嘛较差不多，这假你啊铺甲安尼。咱掠做有智慧所以拄仔我有讲，佫顾伊健康安全网页，伊就讲，当你目睭拍开，然后你进入到迄个世界的时候，你若无注意，你就互伊影响被影响然后你会出现，你若伫迄个恐怖片内底，安怎人看甲安怎半暝毋敢困有人要困醒了，看遐恐怖的电影，了就开始做噩梦，就困袂去，就失眠失眠了就食啥？
安眠药啊。所以咱知影台湾的安眠药销量足济，你啊世界数一数二啊。兄弟姊妹，咱看讲伫迄中间，咱要亲像上帝智慧，但是智慧要对倒来，是你家己去敲吹上网下载，然后安怎哦，这新的，但是确实啊，哇，假的。所以3D 这 VR 其实虚拟伫迄中间，你感觉讲好亲像真的，但是事实啊，假啦。真真假假伫遐影响，互你搞不清楚，所以你会感觉讲安怎？我是精神分裂啊，是无？所以受到影响，特别咱若要困之前，一直看手机啊啥，其实这拢会影响到咱的困眠所以真侪人即摆有睡眠障碍，困袂去，对无？坐落就哈去，倒落就困袂去，这是现代人真侪这通病啦你知咱我拄仔咧讲，为着这无道友在祈祷的时阵，我毋知影讲伊长期的长期困袂去，但是当为伊祈祷，大家为伊祈祷的时阵哇，做好困免困，毋捌困到8点钟啦，没有睡过8小时的，很辛苦啊，今麦人很辛苦，所以人借着药啊，安眠药。伫迄中间咱求上帝来帮助咱，真正是迄个上帝所听，要互伊安眠好困所以伫这中间，甲咱生活所接触的就会影响，迄个视觉、迄个感官就会影响咱影响咱的思想所以要困之前，尽量莫去看遐手机因为伊会影响你控制你半暝就开始伫遐迷茫兄弟姊妹，咱看这阿东夏娃就是因为开始想要超越上帝，质疑上帝话，然后呢，甲上帝的心意愈来愈远。最后去魔鬼撒旦控制了安怎？最后赶出伊甸乐园。迄是上帝怜悯，当开始为着因来陪伴。今仔日咱有耶稣基督帮助咱，所以这就是耶稣上帝的心意啦。伊愿意万人得救安怎？无愿意有一人沉沦咱来读这段圣经来，伊爱众人得到救，也深知真理。所以透过真理，捌啥？捌上帝为什么目睭还未到？是因为还阁互咱有机会来。主无眼前伫所应允，亲像人有会看做眼前的，就是宽容恁，毋爱有人沉沦，是爱人拢反悔。所以耶稣出来，洗礼约翰出来讲，天国近来，恁就爱安怎？悔改，悔改意思讲，来你活倒转啊，回转，换一个方向。本来你行为世界，总是倒转来行对上帝遮来所以伫遮第二个嘛是爱伫遮，互咱分别做成分别做成。最近你如果有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咱的在家会主，你若有去看，你就常常知影讲，因为什么受掠，因为什么互人伫迄个中间来刑罚头一个真要紧就是因无分别做成，然后拜偶像，拜偶像当时甲这淫乱拢是相连的。今仔上帝用阮互即个世界中间因为任凭出在恁啦，恁若无要荣耀上帝想要超越上帝出在恁，恁就在死安尼啦。所以伫咧中间就开始因为眼目的情欲被打开，就开始相关联的，就是连结。所以伫遮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到5节，伫遮讲上帝是爱咱圣洁，无有这淫乱的事，无有一人会通照着伊圣洁合宜的方法来控制伊的身躯啦，就爱知影讲爱照伊的方法，天国的法则，天国法则毋是凭着你家己的情欲亲像遐无认捌上帝异邦的教导安尼所以上帝爱咱就是无去效法，无去学这个世界爱心意更新变化，这是第二个第三就是爱怎常常喜乐不住的祈祷个咧凡事是包括好歹事呢。你即马有拄着无好的事无？你敢会有法度喜乐？
啊，保罗伊有啥物会使？啊，两个甲西拉去互关，去互修理，去互拍，啊，佫会通伫狱中伫遐学乐，大声学乐，赞美上帝。结果安怎？骹口手口拢落掉，然后监狱门被打开。为什么？就是倒转来到底不足的祈祷，才会通互咱凡事，就是包括好歹事。所以凡事斗来，叫听上帝得到利益。所以你伫迄个苦境，伫迄拄着困难的时候，你还有法度祈祷无？还有法度喜乐无？保罗的秘诀就是伊透过祈祷、祷告，使我们脱离那种困境。所以你会当享受伫主内底迄个喜乐。所以咱讲常常喜乐是以神为乐，用掠上帝的喜乐做咱的喜乐。所以保罗伊伫伊的生命中间有真侪只苦难，但是伊犹原笑会出来，喜乐得出来。所以咱来读来，就常常欢喜，就祈祷无煞。万事感谢，因为这个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呢。伫耶稣基督爱咱就爱安尼做，所以祈祷要紧无？祈祷做要紧。祈祷会互咱知影讲上帝的心意，祈祷互咱会通改变咱的价值观，祈祷互咱会通为着迄个听袂落的怨愤的，你佫会通为着伊祈祷，这是小组因内底见证哦。伊通为着迄个无缘的人，伫遐甲祈祷啊，为着伊伫遐来祝福啊。咱做来读来，我甲恁讲，我个说出恁中间两人伫地里，无论求什么，若是当心，就我伫天里的爸要甲因做成。这是耶稣对咱的讲话应允吼。所以伫遮。最近教会嘛咧推这所谓的 RPG 吼，什么叫做 RPG？Revival Prayer Group。Revival 就是复兴、复兴，免互你复兴的火伫迄个生命内底来点着，透过祈祷，好亲像以利亚转来，恁遮以色列百姓拢四散，石头起来贴祭坛，然后咱有看到迄个火就降临，烧迄个祭坛。迄个空暗个，迄个特别甲烧啊，个破水，有没有？你是咧讲哟，但是咱看讲，祈祷上帝会就对天降临。所以要甲咱三甲分享，啥物是 RPG？ 其实咱最近在读这个主导文，其实 RPG 就是用这个做基础吼，2至4个人，一般阮有3个人安尼吼。所以牧者，阮3个牧者大概拢固定拜2、拜5，阮。有固定这2天的时间，10分钟左右然后阮会做伙当个时间做伙伫遐来祈祷。你如果若伫外口，你会当透过Line、透过这个视讯，会当伫迄中间嘛会当祈祷吼。所以伫遮按照咱需要，伫小组也好，你会当找固定先找固定3个，然后伫迄中间做伙来祈祷。伫家庭嘛会使，咱家己家庭的成员吼。所以时间毋免长，10分钟至20分钟，然后伫任何所在，伊若出外，咱会透过即仔。所以我讲，遮个媒体平台，你若好好运用，会当伫遮来祝福。但是若气候的控制，咱就安怎陷入伫迄个受迫的中间吼。所以头一个，比如讲我文革长老。几位长老阮3个来，阮就轮流，比如讲头一项，我为着过去这礼拜，为了过去这礼拜有什么感恩赞美的没有？比如讲我这几天出差回来拢平安我感谢上帝，因为你是赐平安的主你直接祈祷出来了的时阵我为着我祈祷了，文革长老就为着我，上帝感谢你牧师出入拢得到平安，感谢你。甲佫讲伊家己的感谢。伊家己感谢讲了呢，一位长老就为着文革长老伊的感谢来，为着伊的感谢佫感谢安尼吼。了为着家己，伊伫过去即礼拜中间最近安怎经历，所以呢伊就直接祈祷出来，免佫分享吼。然后最后牧师为着一位长老，伊拄所讲的这阿乐感谢，搁一遍献上感谢祝福安尼吼。
这是头一项哦。第二项哦，会通用当日也是迄周啊，比如讲啊，经文、金句，咱会通伫迄中间来祈祷。所以这毋免阁讲我为了 A 为了 B 为了 C 安尼，毋免。即个就讲啊，我祈祷了，直接祈祷了，换分个顶落换一位长老安尼。啊，比如讲我祈祷，感谢主，因为啊为着你的缘故，互我会通有即款的吞忍哦。伫迄个软弱中间，我啥物时阵我靠着你，我啥物时阵就勇敢勇壮起来。你会通用一段经文直接啊祈祷，你若感觉你袂晓祈祷啊，主啊，我为了你基督的缘故，我乐意忍受软弱哦这不满也是困苦哦，那个艰困哦。为什么？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靠主，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刚强？靠耶稣的名，阿门。安尼会使吗？可以吗？哦，然后第二位，伊就用较白话不要紧，伊会通用伊的语言。啊！我伫艰苦中，我的软弱中间，若毋是主你互我开力，我无法度，所以我靠你互我的开力，哦，我才会通勇敢起来安尼。哦，第三位，伊直接对即段经文伊安怎祈祷？哦，最后一个就是讲啊，为咱有需要嘛，咱有代祷嘛，对无？哦，你为着可能你会病痛，哦，啊，我就开始，毋免讲吼，你即马我爱为着我的啊身躯祈祷吼。啊，牧师早起起来安尼戆车安尼吼，啊，我嘛一直祈祷吼，莫我讲道时就踅来踅去安尼吼。啊，所以像可能为着你家己的需要，哦，我直接祈祷啊，主啊，互我安怎啊，袂戆啦，我会通伫遮啊，伫讲道中间真顺遂，靠耶稣的名，阿门。啊，文个顶落个为着啊，主求你医治，求你甲牧师啥同在，啊，过来讲伊家己的需要。过来，另外一个为着伊的需要了，啊，我最后为着几位长老的需要，安尼听有无？兄弟姊妹，你若伫家庭，也是伫咱的小组中间，已经有真侪遮应该去经历的遮个见证。最后，因为我用一个公道，比如讲啊，为着教会、为着社会来做祈祷，啊，这通同声开口，吼。所以，干那第一项甲第三项安怎？我讲了，B 为着我。啊，C 为着伊安尼，A 为着啊，三个人家己也有讲着，啊，别人也有安怎？啊，自己的别人都有祷告到了，啊，你们去经历了吼。啊，咱毋茫讲未来伫家庭也好，伫你的公司，你会通伫遮带。我知影即马嘛有区长咧带小组长，哦，啊，阮牧者开始也有安尼，啊，为家庭嘛有安尼祈祷。所以，互咱家己去经历。第三，咱看疫情的影响，互咱安怎？有当时啊，求伫天顶、线顶，对无？兄弟姊妹，伫线顶的会当献身啊，好无？哦，即马吼较开放啊啦吼，即马政府嘛开放讲啊，你主讲的中间吼会当脱口罩啦吼，所以我惊讲翕条会佫戆开安尼啦吼。政府即马有开放，所以我小可安尼做，啊有保持距离啦。念面我就去挂开安尼吼。兄弟姊妹，同心聚会无停止，这是上帝的心意，咱做来读来，毋通放煞恁的聚会，亲像人惯势安尼，就是着三款面。既然看见迄日群，搁较着安尼，其实这有伊的背景啦吼。伫迄中间，迄个时阵，希伯来信徒灵性体啊，即伫迄中间软弱，是因为受到这犹太教徒伫遐来压迫，吼，伫迄中间来吞达，所以因感觉讲惊，好亲像咱受即个疫情吼，受即个困伫遮啊，COVID-19 的即款的影响，所以咱毋惊吼，伫迄中间来做的上款吼。啊，感谢主啊，咱即马较放宽哦，放宽安尼，所以咱倒底啊，倒转来到伫地面上啦，吼，啊无拢伫空中，吼，再相会安尼吼，啊但是安尼家己无甲信徒有相通，所以圣徒相通，对吧？使徒圣经来讲，圣徒相通真要紧，彼此来勉励，啊互相伫遮来代祷，所以互咱会通伫遮安怎？愈来愈受坚固哦。最后一个就是咱看耶稣第二摆。第三摆过去祈祷，共款，咱做来读来。第二摆
过去祈祷讲，我的爸啊，这个杯若袂得离开我，的确着我啉伊，就愿你的旨。你知影这个杯就是爱受定，这个杯是一个艰苦的事，但是耶稣讲，愿你的旨得成。愿你的旨就是无照我家己的思想。啊，姊妹，我真敬佩这保利达这老头家啦，保利达爷爷啦，陈传煌长老为什么？我若去面试的时阵，为着教会时阵经费有限，要客这台福音车牧师爱过去考试，你知无？我搁来问讲末日就一堆资料你会背呢？我搁来考试，我有当时我想，我为着这台车，搁牧师爱搁去用考试我无买啦。但搁想想教会都有需要咧所以就爱背呢，就爱当然，甲伊见面的中间，伊嘛真学了然后就安怎哇伫遐鼓励啦伊较早毋是信主啦，所以伫迄中间伊安怎生理拄着一寡这瓶颈的时阵遇到一些困难的时阵，伊的朋友，伊咧世界咧找找这资金的时阵有伊的基督徒的朋友就甲介绍这个福音，然后伊了信主了的时阵哇！上帝互伊伫伊的事业顶面一直拖所以咱捌啉过蛮牛无？毋捌啦，保利达的。有一遍我长老就去，牧师，这2罐保利达互你因迄是调配，较早我新增的一个长老是保利达的董事长若办活动拢300箱、500箱的这蛮牛伫迄中间所以迄囡仔拢啉蛮牛大汉的，你知道就是你要看伊成立这个耕耘会，然后咧上车一边是写安怎？你看得到无？当孝敬父母，得长寿啦但是你知影另外一边啥无？灾难更多，将来更多。通常人看孝敬父母真好，那活得害头，你知道？所以有当时我若要开一台车，喙拢硬叫安尼。有当时佫调集你讲几百台，然后伫遐游街我拢长老你去。不过我看见这老大人，伊真正疼上帝，疼教会，看见遐教会经济问题，伊就安怎奉献。支持传教者的社咧，支持教会事工，开拓教会，甚至毋是干台湾，佮泰国其他的所在，所以伊伫遐提供这个资金祝福正教会。要紧伊就是讲，这要到传福音。虽然有一寡人感觉对伊的做法无啥物款的认同啦，伊伫个讲灾难来安怎但是却咱知影讲圣经所写，甲今仔日咱所拄到现况就是安尼，所以每礼拜六伊下昼一定请牧师甲伊的员工伫遐讲道伊疼上帝，伊嘛疼灵魂。所以兄弟姊妹，我讲耶稣为着咱疼咱，伊付上代价这个老大人保利达爷爷伊嘛是安尼所以我捌对教会对开2台车过所以伫咧中间印象真深伊疼主，伊愿意伫遮来付出伊的时间，伊的疼心最近拄过身将近要100岁所以到要生命结束的时，伊有愿讲啥？着爱传福音末日近啦，末日近了，着爱悔改着爱赶紧去传福音，求上帝来帮助咱今仔咱检查较安逸，咱是毋是袂记得耶稣交代咱的使命？我愿意遵守主的旨意嘛？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隔壁咧邀请咱，通灵咧邀请咱，星光三月咧邀请咱。你知影青埔迄个星光影城早就咧甲咱讲所以咱愿意伫遐有福音的行动无彼此扶持。当咱愿意顺服像耶稣共款，上帝的旨意就得成。咱三个来祈祷，主，阮感谢你，
感谢你愿意为着阮来付出代价，感谢你愿意伫阮的生命中间来救赎阮，互阮会通因为信来得到你的救赎。愿主帮助阮，透过阮愿意顺服，互你的旨意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互你的旨意得成成就，就是万人得救，无愿意有一人沉沦。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来念圣诗354首，圣诗354首，咱一个念第一节、第二节，咱要来举行圣言的洗礼。要洗礼来到头前。面对我。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兄弟姐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曾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候，也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像当时彼得呼召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一样，今日我也要对你们说，你们必须深信。你们若真实悔改，告白你们的信仰，奉他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典就要成为你们罪得赦免的记号及印证，又表明从圣灵得重生而与基督连结在一起。如今你们要受洗，你们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要来回答誓约，来告白你们的信仰。所以请你们三位注意听，来回应。你们有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作为你们的救主，圣灵作为你们的保惠师吗？你们相不相信？相信。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你们相不相信？相信。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愿不愿意？愿意。长夜的。刘长业，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你诚做家族头做果子，也要因为你，互你的家族，因为你
来得到救，全家族来领受主的救恩，靠耶稣的名，阿免。来，子云。刘子云，我用水给你施洗，奉父子圣的名，愿你在圣灵的带领，你要成为这世代年轻人的榜样。神要更新你的生命，心意更新变化，知道神的心意，也能够让这世代年轻人以你为榜样，让他们也能够认识主，成为他们生命的主，靠耶稣的名，阿们。张应和，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主要更新你的心意，让你不再一样，让你也能够成为这世代年轻人的祝福，让你的生命更认识主，让你的心灵常常有圣灵的充满。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愿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和身体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受洗，我奉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迦南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筵席及新约的恩典。咱三个来祈祷，一同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你差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成为人，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牺牲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天父圣的宝座面前，为要得着怜悯，得着救恩，得着丰盛的恩典。愿你赐福，让他们初信的信心能够被坚固，只等到主来的时候，依然没有偏离主恩典的道路，让他们所做的能够经历你话语的应许跟真实。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向后转。来，我们请小会员、谢委员来接纳。恭喜。来，我们请属灵伙伴常燕来，请中前来向前照相可以口罩脱下来了。
哦，献歌对歌上哦。哦，这较大本哦。好，来，我们指引由应轩哈。口罩可以拿下来哈。来应和韦恩哈，来向前。哦，这个是因妈妈的缘故啊？是，感谢主哈。好，介绍一下哈，盖小姐哈，长叶跟子云是妇女党啦，妇女党哦，那个佩瑜，看这太太妈妈哈。还有，来姐姐，好，那应和哈，爸爸张文正弟兄啊，跟吴琼元姐妹在那里，好，请坐哈。好，我们回座。我们来唱圣诗354首第3节、第4节，圣诗354首第3节、第4节。咱请要虔诚的2位来到头前。建国咱是，愿的心是顺天法度，常常照耀行主的路。我们的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这些站在我们面前的，是在幼儿时已经受洗，已经幼儿世代。今天要告白他们的信仰，接受坚信礼，得接纳并有份于主的圣餐。咱接下来因会当正做备餐会员。主内亲爱的黄凯威、詹念希，你们在幼儿已经受洗，连结主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信徒，属于他。上帝的恩典使你们长大成人，有自己的想法。如今你们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承认你们父母早先替你们所立的约，告白你们的信仰，愿意归属他，奉献自己给耶稣，重新立誓一生一世来服侍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父人面前也必认他。所以我劝勉你们，必须告白你们的信仰，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诚实回答我所问的问题。请你们注意听，来回答。你们深信上帝是作为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作为你们的救主，圣灵作为你们的保惠师吗？你们相信吗？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使罪得赦免吗？相信吗？
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一世走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愿意不愿意？愿意。你们幼儿时已经受洗，这时候你们自己也告白你们的信仰。我奉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迦南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新约的恩典。一起来祷告，这位来祈祷。听我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天父，你喜爱小孩来到你的面前，你更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感谢主，你呼召这些年轻人，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17、18岁的时候，能够承认你，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引导他们一生活在神的恩典，走在你对他们的命定的道路里面。愿你赐给他们在敬畏你的时候充满智慧，特别在学生时代，他们需要你的智慧充满。愿你与他们同在，引导他们到老都不偏离你的道路，让他们也能够成为他们同学同才的祝福管道。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向后转。那我们请属灵伙伴哈，来凯威先向前，先向前啊！阿嬷小等一下。哎，小组有红包，那就赶快拿出来。好，你拿到这个红包是因为妈妈的关系啊。好，那个阿嬷徛这边啊，阿嬷。好，好，好，来，凯威过来一点，等一下，介绍一下哈。念西哈是咱维先医师、维先执事哈，细汉查某囝哈来，维先家珍哈，拄阿嬷哈，个外嬷哈，两个阿嬷拢伫哈。好，那凯威哈妈妈慧娜对对，在那边哦。好，我们再次拍手来祝福他们哦，来鼓励哈。好，请回座。
我们来唱圣诗圣诗356首，第1节、第4节，咱来准备领受主的圣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日属灵义教会陪参者，咱三个来守主的圣餐。我们起来守主的圣餐，刚才已经洗礼、坚信礼，你们就可以来领受。咱中间若是还未领受成人洗礼、更新礼吼，请咱暂时莫退吼。亲爱兄弟，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对今仔归义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因来甲因食，因伊也甲我食。”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三角同在。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是讲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旁边讲即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这杯是用主所流的血成为新约，咱特别食的时，惊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伫遐设立圣餐的时有提饼祝谢，所以咱犹原照原模式，我们照他的样式来祷告，咱做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为着我们拍破你的身躯，为我们打破你自己的身体，舍了生命，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纪念。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伫遮做伙来同做道。若毋是因为你的顺服，阮无法度伫遮领受。感谢你也赏赐开力，互阮会当顺服你的心意。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恁特别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基督会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也伫遮用感恩的心来纪念，请小员伫遮来服侍。恁若摕着饼、摕着杯，你会通安静，你会通祈祷。主透过这杯甲饼，代表伊的身躯甲伊所流的血，要为着咱来付上
也互咱定心伫内底，啥时你靠伊伫软弱时，啥时就得到永助。所以咱中间若还未洗礼吼，请你暂时莫退吼。咱有一寡社区来吼，咱嘛真期待恁会通早一日会通得到这个救恩。主耶稣讲，这个饼是代表伊身躯。恁特别食的时，就来纪念伊，为着咱付上代价。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如你们每次吃的时候，要如此行，要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伊的会所设立的。咱特别啉的时，用感恩的心来纪念伊。主耶稣说：“这杯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用感恩的心来纪念他。”唔知还有人是陪餐会员、陪餐会员，还未摕到杯甲饼的无？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基督的会所设立的。咱特别食、特别啉的时，用感恩的心来纪念。我们用感恩的心来领受饼跟杯，一起来。
恁逐边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恁三甲同在。咱搁一遍三甲来祈祷。感谢主，互阮伫遮做伙同坐倒来领受，因为你的顺服，互上帝子得成。透过这八角饼，鼓励阮愿意顺服伫主的心意，互侪人因为阮的顺服来得到救。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来起立。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搁一摆来到圣所来敬拜你。主啊，愿你的旨意得成，来互阮搁一摆来复兴阮兄弟姊妹，会当来经历你丰盛的恩典。这时，阮奉献时间、金钱、才能，诚做你圣工的路用，求你降压。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坐，咱请尤牧师来报告。报告的大声，咱来欢迎，来欢迎几位新来的兄弟，谢明文兄弟吼，伫咱中间，咱甲欢迎一下。好，请坐，咱有小礼物咯。陈秀琴姊妹、陈秀琴姐妹伫咱中间。好，林雨柔姊妹吼，伫咱中间，咱甲欢迎哦。可能在祷告室那边有小礼物哈。来，还佫有其他头一遍伫咱中间做来礼拜兄弟无？好，来，咱来，若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咱疫情已经有较缓和啦吼，所以伫遮已经无搁限制遮人数，所以请咱游园遵守遮规定吼，翠安哦等等遮的实联制。咱
今仔有举行即个圣礼典咱有即几位来承因洗礼甲献身的愿上帝来赐因。咱伫即礼拜到后礼拜日有热心同工的退休会，请咱同工照时间来完成报道。拜三嘛有即个线上的讲座对于红地毯来讲起，有请地务人长老，请咱会通上即个网络伫遮来听讲座。好，咱其他家己看咱十一月生日请兄姐十一月寿星，请起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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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拍拍甲祝福。咱做来祈祷做来祈祷，感谢主，换命对你来，享受丰丰富富的恩赐甲恩典，也互阮伫阮的生命中间不断领受，也通分享你伫阮生命中间一切好。透过阮诚做你祝福阮所接触人、亲人，未信主的人的管道，愿主所阮心灵永行灵魂体得到形成。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坐。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略略进前面拍伫第二，祈祷讲：我的爸若会做得，就互即个杯离开我，总是毋是照我所爱，是照你所爱。马太福音26章39节。略略进前面拍伫第二，祈祷讲：我的爸若会做得，就互即个杯离开我，总是毋是照我所爱，是照你所爱。这位来吟祝福的诗400首，愿主仁爱甲恁伫同在。吟是带请游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所的心心的安宁。同心祈祷领受上帝所，同心祷告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赢过死无关系的快乐充满保护恁。也愿天父上帝永无改变的主爱固守恁，伫圣神的感动，互恁大家顺服伫主的旨意，互伊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
请坐。咱的礼拜到这完全的时候，咱彼此来祝福。请咱的小会员小会员牧者团队夫妇来到头前，还有我们受洗的这5位来到前面照相。